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8，申命記28章9節安尼講：恁若遵守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誡命，行伊的道路，上主要照伊对恁立誓，设立恁做伊聖潔的子民。三個來祈禱，設立阮做你聖潔的子民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，你用智慧甲能力安排一切的受造，也用信實甲公義立定界限，予人來尊探你的律例甲教示，通行佇你所施恩甲賜福的道路。主啊，你予日頭照日時，予月亮照暗時，將星辰擺列佇天裡，也照時出日落雨。主啊，這一切所有，攏受你的照顧。主啊，阮的性命屬於你，阮的一切也攏是你所賞賜。主啊，阮若遵守上主，阮的上帝的誡命，行你的道路，你要照你對阮立誓，設立阮做你聖潔的子民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